白顶搬戏人笑空，走路爬脚才知戆，搬戏上无剧本，现实人生无戏文。看是樱花富贵正，走路爬脚若乞食，台顶摇轿着人听，戏线上惊是照镜。白顶替人哭悲哀，家己嘛使吞巴来，戏到结局大团圆，阮的结局是啥物？看是樱花富贵正，走路爬脚若乞食，台顶摇轿着人听，戏线上惊是照镜。白顶替人哭悲哀，家己嘛使吞巴来，戏到结局大团圆，阮的结局是啥物？